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小兔故事屋 Little Story House。我哋今日要講嘅係一個關於勇氣同兄弟之間智慧嘅故事，名叫《三隻小豬與夢想之島》，一齊聽下啦。係一個陽光普照嘅早晨，三隻小豬兄弟，大哥、二哥同小弟，心入邊都有一個共同嘅夢想，佢哋要出海揾傳說中嘅夢想之島。聽講嗰度有食唔完嘅甜甜果實，仲有永遠溫暖嘅陽光。為咗實現夢想，三兄弟決定各自做一隻船。大哥豬用金黃色嘅稻草編咗一隻輕巧嘅小舟，被風吹得好快。二哥豬就用木板敲敲打打，搭咗一隻又實用又結實嘅帆船。小弟豬最為謹慎，佢揾咗堅固嘅鐵片同厚木板，花咗幾日時間，用心打造咗一隻大隻又穩重嘅鐵船。船上面仲有大風帆同沉甸甸嘅船錨。終於，三兄弟一齊揚帆出海。大佬嘅稻草船被風吹得最快，二哥嘅木船緊隨其後，小弟嘅鐵船就穩穩咁響後邊航行。蔚藍嘅海面上充滿住佢哋開心嘅笑聲。不過快樂嘅時光好快就完結，遠處突然出現咗一隻掛住骷髏旗嘅黑色戰船，船上面企住一個可怕嘅豺狼海盜，佢露出尖利嘅牙齒，笑得好陰森。咣！一聲巨響，炮彈打中咗大哥嘅稻草船，脆弱嘅小舟即刻破裂，沉入海中。大哥豬嚇到響水入邊拼命掙扎。之後，海盜船又狠狠撞向二哥嘅木船，木船被撞到4分5裂。大哥同二哥只好一邊游一邊大叫救命，游去小弟嘅鐵船。小弟豬急忙將兩位哥哥拉上船，雖然哥哥嚇到全身發抖，但小弟豬依然好冷靜。佢望住步步逼近嘅海盜船，心入邊已經有咗一個計劃。佢話：哥哥豬唔好驚，我哋一齊合作。小弟豬掌舵轉向，故意將船駛入一片有好多暗礁嘅危險海域。豺狼海盜為咗追佢哋，唔理咁多，直接衝入去。砰！一聲巨響，海盜船重重撞上暗礁，船身破裂，動彈不得。豺狼海盜只好狼狽逃走，從此再都唔敢作惡。三兄弟終於安全到達夢想之島，佢哋坐響沙灘上，一齊食甜甜嘅果實，望住金色嘅夕陽，心入邊明白一個道理：真正嘅勇氣唔單止係造船嘅力量，更加係兄弟同心嘅智慧。如果你中意呢個故事，記得幫我哋 like 同 subscribe 小兔故事屋 Little Story House。呢度有更多親子共讀嘅故事，一齊陪小朋友成長，學習勇氣同智慧。